歡迎各位嘉賓、各位我哋 Fund House 代表嚟到我哋今日 iFast 嘅 What and Where First Half 2026。我哋而家 iFast 集團管理緊嘅 AUA 咧，已經超過240億美金，好衷心多謝咁多位 advisors 一路以嚟嘅信任同埋支持。對投資者嚟講，當資訊變得無限，判斷力就成為最稀有嘅資源。債券上高咧，其實市場上都對咧啲科技公司，特別有個償債能力上高咧，債嘅收益率依然都係相當穩。美國嘅大型股票或者小型股票咧，因為有唔同嘅政策、稅收啦、移民趨勢啦，令到個 inflation 會高啦，好多 uncertainty 喺裏面。點樣去理解理財產品，而唔係淨係銷售一個產品？分散嘅投資組合好緊要，一隻基金29、30個國家或地區，我哋喺地區分佈做好分散。Asset allocation 永遠都係重要嘅，問題就係個投資組合你點樣將佢定位？如果再用傳統嗰隻 risk-based approach， 似乎咧都唔係咁容易解決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啲嘅 bottleneck。點樣將投資策略同客戶嘅人生目標做到一個連結，延伸到去傳承同埋家族？其實講到財富傳承咧，呢個唔係億萬富豪嘅專利嚟。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are in the business of serving people, not selling people. So how do we put ourselves in the shoes of our clients and walk with them long term? 如果中國股票市場維持到比較正面嘅增長，喺2026年嚟講咧，海外投資者尤其是北美嘅投資者咧，係會繼續增加佢哋嘅投資嘅。無論係亞太地區、美國以至乎歐洲啦嚇，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啦，都開始實行緊智能化嘅一個推動。所以其實咧，我哋見到就話喺企業啦，其實亦都係有好大嘅投資潛力。其實作為一個發達嘅經濟市場，如果你年化嘅 GDP 增長超過1%，已經算係唔錯。其實美國嘅經濟的確我哋見到好多經濟數據非常之 resilient 有韌性嘅。希望今日分享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新嘅角度。多謝各位。